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1月初2，申命記14章20安尼讲：因为你做神的百姓，来属地耶和华你的上帝。耶和华对地上万百姓中来经历最特别的百姓。三个来祈祷，经选阮最特别的百姓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活命的源头，你是智慧的根源，你是生命的溃烂，你是真理的根基。主啊，你是恩典的赏赐者，你是患难的拯救者，你是危险的保护者。主啊，阮卑微和软弱的人，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用专一的心来找求你。阮要放下一切的骄傲自尊，独独来倚靠你。主啊，你是阮的上帝，阮要单单属于你，阮要一生来敬拜你。因为阮做你圣的百姓，来属于你，阮的上帝。主啊，感谢你对地上万百姓中来敬阮，做你特别的百姓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